讲道生命暗暝中的歌，请曾牧师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阮追求你，阮敬拜你。当阮找到的时，你就要赏赐阮对天地来的亏难。当阮进入你的圣殿的时，求你互阮看见主你的阳光，是阮肉体目睭所要看到、所未看到上帝你家己的荣耀。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用阮的心神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赏赐安慰。主啊，通过3000年前阿撒伊的祈祷，主今仔日互见那忧伤伫暗暝未困，心神搅扰八百，到毋知要怎样的人，愿主你的圣神即时进入阮的生命中，互阮暗暝的歌对忧伤变喜乐，互阮暗暝的时光充满盼望甲平安。愿伫你的面前来领受，求圣神带阮读阿撒的祈祷。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我今仔日要甲咱分享一首诗篇，是可能咱多数在座兄弟姊妹伫过去咱无一定有注意到，刚才咱拢读过，但是咱无一定有深深有感动。但是愿今仔日这条诗歌会当真侪兄弟姊妹咱的帮助。特别这条诗歌短短有20节，伊用一个最大的分水岭，就是77篇的第6节。第6节伊讲，伫我暗暝的时光，这条我的意思就是，好亲像咧描写一个人，伊拄着超凡、拄着重担、拄着艰难的事，暗时困袂去。这你感觉有这种经验？若毋捌，你实在福气。但是若少少3不5时啊，你嘛有福气。但是你若常常暗时困袂去，愿今仔这个诗篇会当真做你的帮助。愿阿撒的祈祷真做咱正人的祈祷。伊伫这个所在，这句话讲甲足水。我暗暝的歌，我暗暝的歌，歌对礼拜来讲真重要，诗歌对以色列人来讲嘛真重要。愿今仔日这条诗歌讲我暗暝的歌，兄弟姊妹，咱得到圣神的帮助。我嘛要甲兄弟姊妹分享，今仔日礼拜了，你若愿意，你找一个时间，常常甲这20节的诗篇第77篇，这个诗篇内底有一个足大的智慧甲圣神的帮助，愿咱对今仔日的圣经来得到帮助。真个时阵，咱伫重担的时，咱的内心有一种的压力、失眠、野心，这是一个真痛苦的代志。我想，若开始咧食头路，还是讲开始做有责任的人，咱伫人生中间难免拢会拄到这种的情景。有的人较轻，有的人较重。如果若是过头重担的事，有时咱就会毋知要安怎。咱的方寸，就是讲一寸的中间这个心啦，吼，中文有一个字用方寸来形容咱的心啦。今仔日这个所在，伊讲我换手家己问，我静静咧想，上帝，你敢无听我嘛？今日这段诗篇内底有分3段，但是牧师要甲咱分享阿撒的祈祷，也愿这个祈祷会当安慰你、帮助咱，因为咱多数的人伫人生中间，咱拢需要这种的祈祷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因为诗篇77篇有人讲，伊是一个哀歌，就是耶利米哀歌。耶利米死了后，伊的好第2本册，就是伊的啼哭的诗歌，就是伫伊极度低潮的时阵，伊内心的世界。所以你讲起人心内的歌，其实是咧描写人伫心中有真多的对话。有一个正面的声甲你讲话，有一个负面的声甲你讲话，然后这2个声伫咱的心中，就亲像咧加猪仔肉，
伫个菜店咧卖猪肉的时阵，你若猪点剁到了，你的猪肉落来直直咬直直咬。咱人伫极度低潮的时，兄弟姊妹，莫失望，相信咱的上帝绝对无放杀咱。所以咱用这种的心，用这种的信心来祈祷讲：主啊，今仔日我要领受3000年前亚萨的祈祷，主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你是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嘛永远伫地的上帝。愿上帝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但一个我要用代笔的诗来回应亚萨的祈祷。诗篇内底，咱多数人咱都想讲诗篇就是代笔的祈祷、代笔的诗。其实伫这中间有大概有7篇至10篇是亚萨的诗歌，但是伊放伫代笔的诗篇的内底一个理由，就是你的感触就是我的感触，我的感触就是你的感触。所以今日亚萨的诗歌讲伫暗暝的诗歌，我静静，我扪心，我问我家己：上帝，你伫什么所在？你甘已经放杀我嘛？代笔讲，一树虽有哭泣，早晨对吧？必有欢唱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噩梦的诗歌。愿咱伫今仔日，咱学习亚萨。亚萨伊伫第60节的中间，伊讲我暗暝的歌，就是意思讲，当我的心内有真多迄种喃喃自语，也是讲伫心内澎湃。有真多迄个冲击，感觉真愤怒，感觉真跨怒，我感觉我家己毋知要安怎。迄个咱像地大地动了，厝壳规个跌落来，啊！我跌伫迄个废墟的中间，叫天天袂应。兄弟姊妹，这个诗歌大概就是咧讲安尼。但是亚萨有一个真要紧留互咱，就是当伊拄着家己毋知要怎样的时，伊讲2句话：我换心，家己问，我换手伫我的心头，我来问讲，你是咧烦恼什么？伊开始静咧想，咧听伊的内心，然后慢慢，上帝就开始甲伊讲话。伊讲我心里仔细查看，兄弟姊妹，当咱若拄着艰难的时，更应该安静落来。毋通发脾气，毋通四界撞。当咱拄着大艰难的时阵，兄弟姊妹爱深信，你我咱所敬拜这个上帝，就是咱一切的答案。这个看不到的上帝，就是咱一切的答案，也就是咱内心安慰的开力。愿咱对今仔日的诗篇，咱得到圣神的帮助。第60节会当讲是诗篇77篇的一个分水岭。你会当来看做山尖也好，你嘛会当来看做山谷也好。当咱咧爬山的时阵，有当时咱爬到山头、山尖的所在。当咱咧爬山的时候，有时咱会行落去到山谷，就是溪流所流过迄个山谷的所在。这个所在都亲像一个分水岭。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讲，我想起我暗暝的时光，伫人的困境的中间安静。互上帝的话圣神伫你的内底来对你讲话。亚萨讲：我换手，我问我家己，我安静，我的心神，你到底在看入什么？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的圣神伫礼拜中开始进入你的生命，伫你的一生帮助你，伫咱的一生掌管咱的道路，伫咱方寸。咱的心极其混乱的时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牵我的手，行头前的道路。所以我用第7节来做开始，伫遮有3节7、8、9，兄弟，当下你搁重新甲圣经拍开，伊伫遮连续讲3摆。你兼安尼嘛？你兼安尼嘛？你兼安尼嘛？伫这3节的中间有一个最要紧的主题，就是旧约的主题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主啊永远伫地。伊的信息到万世代，这3节的呼人邀义，伊伫困境的中间，伊3摆问上帝讲：你兼安尼嘛？你兼放杀我嘛？迄个主题咧讲：上帝啊，你兼无怜悯我嘛？最后今日的主题叫做 Raham，
罗汉的意思就是，主啊，你敢要对我收回你的救恩甲怜悯嘛？愿天父上帝甲咱回应。所听的姊妹，如果这个时刻你会经历都是一个真沉重的时刻，愿主的圣神甲你讲，我的囝子，我绝对无放杀你。愿咱伫主的话来得到安慰。诗篇77篇内底伊分3段，第一段就是对第1节到第6节，伫这个头前的中间，伊连续10摆、10几摆，我，现在你倒去看，你就发现代表阿撒连续伫讲我的心，连续伫迄个第50的经文中间上少10摆。这个话就是咧表明，人伫人生中间常常用自我的情绪，用自我的看法，用自我的决定来做伊的方向。所以对自我，到底伊问上帝，我暗暝的歌，我静静咧想。后来对第7节开始，上帝圣神带伊直直看，伊看见伊的祖先，伊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对埃及。后来旷野进入迦南地，后来伊的心伫安静的中间，伊的目睭慢慢拍开。所以对11节开始，就是一个高潮。11节到14节，今仔咱的经文虽然读到14节，其实我原本是想要请咱的师会红人，伊会当2篇77篇的20节拢统读。但是过去咱的做礼拜，咱常常牧师真少安尼规篇拢读。因为为着要互咱咧听讲道的时，会当目睭聚焦伫迄个重点。但今仔这个诗篇牧师留一点一个家庭作业，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你读去了后，读好熟77篇，就算做你无甲背起来，你真足一摆搁一摆，读愈侪摆愈好。对一个自我最中心的阿撒，后来伊问上帝讲3摆。你敢放杀我吗？后来上帝甲伊讲：我所听的囝儿，我伫你的祖先的心上，我安尼做。今仔日伫你的人生，我嘛要安尼做。所以对14节了后，一直出现，伊开始甲我变做你，甲我变做上帝。所以对14节了后，直直讲：你是一个极大权能的上帝，你所行之事大到，有啥物上帝会通甲你比拼？你，现在伫咱困境的时，将咱这个囡仔，甲伊请出来，互伊安静坐伫耶稣的身边。耶稣坐伫中，你的心内的囡仔坐伫边即摆的你，亲像阿撒，坐伫耶稣的正边，坐伫耶稣的上边，然后主耶稣要将一个新的智慧，就是恩望，放伫咱的礼拜中间，伫今仔日的祈祷，你若欢手伫你的心，互上帝对你讲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伫我咧甲咱准备要甲咱分享的言语的时，我有一个足深的感动。我若鼓励恁家己读这段诗篇，要赢过我的讲道。我若鼓励恁伫恁安静的时，用阿撒的心，家己祈祷。你若认真甲这篇诗读落恁的心，我深深相信，这个圣神帮助阿撒的圣神，嘛要帮助你，你相信吗？倒去你的厝，你若要读这段诗篇的时，牧师甲你鼓励，你先还手，你用主啊，我还手，家己问，主啊，我要还手，静静来听。愿主的圣神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主若愿意，对今仔日到咱一生的结束，无一个暗暝失眠。恁开拢无阿们。你讲牧师这就毋免讲了。愿主帮助咱，如果主若肯，对今仔日开始到咱一生的结束，愿上帝互咱每一个暗暝，拢是充满愿望甲喜乐。倒落是要期待明仔载新的开始，天天精彩无比。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今日困下去，明仔载起来，一直阁是更加精彩。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精彩的上帝，
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静静来听。我简单甲咱解说，帮助咱读去了后，恁读这段诗篇的时，更较清楚知影这段诗篇内底到底在讲什么。这段诗篇伊在讲起第6节的第一句：我暗暝的诗歌 ，My song in the night， 就是讲用诗歌来形容内心的心灵对白。我唔知恁捌听过一出电影叫做《乌上提琴手》无？那我这个年纪的人检测有可能捌听过，无一定捌看过。这出就是咧描写一个犹太人的家庭，因怎样经历着这种的人生的苦境。伊的爸爸真期待伊的囡仔无世俗化，但是伊的囡仔查某囝竟然去嫁着外邦人，所以这个爸爸有真侪心内的征战，唔甘搁持守伊的信仰。所以乌上提琴手是咧表明，亲像今仔日的诗歌讲，伫我暗暝的诗歌，内底有一个我受教教的囡仔，亲像一个魔鬼，也是讲亲像一个搞怪囡仔，拿一个提琴，伫我的身边一直走，有当时用口条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这条诗歌最重要咧讲起人失去愿望甲瓦壳的事，伊毋是答案，伊是咧讲开始。人失去瓦壳甲焦虑绝望的事，这毋是人生的结局。今仔诗篇咧讲起，伫焦虑甲失望的事，拄就是要天光的事。上帝的答案，上帝的快乐，上帝的怜悯，就要进入咱的生命中。哈利路亚！愿咱伫上帝面前讲：主我深信，主你所予我的，是从黑暗夜到光明，黑暗要过去，天要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诗篇77篇拄则牧师已经甲咱讲，伊分3段。第1节到第5节，伊出现上少10摆。我，还是讲我的，我的10几摆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咧，甲咱提醒讲，人真容易用你有限的眼光，用你有限的想法，用你自我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，手抓条条，唔肯存出来互上帝看。今仔日的诗篇，今仔日的祈祷，最大的价值就是鼓励兄弟姊妹，咱无搁再做一个，把家己门关起来，伫遐自哀自怜。因为暗暝的房间，暗暝的歌，若门关起来，哭到大细声嘛，敢若剩你尔。但今仔要讲一个真悲惨的故事，哭到连人都无人要插你的囡仔，到最后就放弃啼哭，连哭都不爱。兄弟姊妹，愿主帮助咱，伫今仔日这个诗篇中间，特别是第6节，伊讲我的诗歌，咱花手伫咱的心内，甲主讲。主，我要唱一条新的生命的诗歌。无论我即摆情景是怎样，但是进入你的圣殿，伫礼拜中间，上帝你有应允我，你要给我一条新的道路，你要给我一条新的诗歌。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生命好听个响亮。这毋是牧师的话呢，这圣经的话。圣经真正有讲到好听个响亮，一条诗歌是人学袂来，是天顶的144000个人因所唱的诗歌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要赏赐咱一个新的诗歌，一个新的名，就是羊羔的保护所做的记号。咱若读有圣经，咱的生命就有盼望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条诗歌。诗歌的原文伫希伯来圣经叫做“内囡仔”，恁无一定爱学这研究啦，但是有当时要用一个口号嘛，袂歹，就是哈利路亚，阿免。内囡仔就是我的诗歌。伫我的内心有一个人，伊叫做罗基亚；伫我的内心有一个囡仔，伊叫做情绪化。但是伫我的诗歌内底，要有上帝甲我三角伫地。这条歌，这个字伫原文有一个足特别的圣经的智慧。这条歌牵连着约伯，伊伫艰难的中间，约伯伊感觉伊的人生足可怜，
伊好像是人类的也朋友的笑柄。迄个人无采咧信上帝，谁较更凄惨？所以约伯记第30篇的中间，伊咧讲起，我真侪人踢笑嘲笑的对象。所以我的生命的歌是一个哀歌，是一个人嘲笑的歌。所以“内囡仔”这个字本身有这个意思，我成为别人的笑话，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因伫街头巷尾拢咧唱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歌足特别，足特别，因为伊原文的意思、信仰的意思，大概就是安尼讲。伫一个人的心内，有时会有负面的思想。魔鬼常常会甲咱搅扰，你的上帝不爱你啊，因为你糟透了，因为你的行为、你的想法、你的生活、你的习惯，无一项上帝看欢喜，你糟透了，上帝不爱你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的歌词内底无这种话，因为这种话不是咱的天父伊讲会出来，你相信吗？就算做咱是一个真罕慢的。咱的爸爸嘛要甲咱惜命命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咱的生命的歌，代表讲哀哭变欢乐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去年有出一本册，是一个美国的牧师所写，这个美国牧师叫做罗素摩尔 （Russell Moore）。这个牧师唔知是毋是伫这本册内底讲这句话，我唔知影。但是有讲到一个故事，这本册咧讲起伫人生的大风影的中间，暴风雨中的人生，暴风雨中的家庭。伊咧讲起人的家庭中间其实都需要祝福。人的人生中间，家庭常常拢是一个经历的打击的过程，有童年的创伤，有伊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创伤，有咚。这个牧师这本册真有意思。伊咧讲起要怎样让耶稣来帮助咱的家庭，真最幸福的家庭。我真爱这本册，因为这本册是一个带人进入噩梦的一本册。你买会到，因为这是有中译本伫去年翻译的一本册。伊讲到一个故事，因为伊不但写这本册，其实伊阁有写其他册。伊伫美国近代真做一个福音派教会，一个真要紧受人尊敬的一个牧师。伊推动真多这个改造家庭的福音运动，其中一项就是鼓励兄弟姊妹去好款台接纳遐个被抛弃的孩子，去认养这个囡仔。伊家己本身，我相信伊是安尼做。所以讲一个故事，为什么伊无爱当美国认养，都走去苏联？我唔知影，但是这个故事就是真正的故事，就是安尼。伊讲有一日，伊去苏联的孤儿院底下要认养这个孤儿的事。伊感觉这种气氛，伊感觉足怪异啦，足诡谲。伊讲为什么来到一个囡仔会照顾囡仔的所在，开拢无囡仔声，念啾啾。囡仔敢拢无咧哭嘛？后来伫交谈的过程顶悬照顾的人，后来就甲伊回应讲，这个囡仔已经无爱哭啊，毋是变乖呢，是因为因感觉，就算做伊真认真哭，嘛无人会来甲伊抱，嘛无人会来甲伊笑，所以这个囡仔多数的囡仔已经变做绝望，因为因连感觉哭都无愿望。兄弟姊妹若哭会出来，还阁好。我捌看过一个老姊妹，伊伫人生中间拄着几啊摆人生的大打击。我坐伫伊身边，我发现伊连哭都哭袂出来，伊无目屎，伊嘛无哭声，就亲像一个受伤的动物，伊伫遐呻吟。求主怜悯咱，我讲这种的情景是要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无应该是安尼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相信上帝圣神要带咱进入耶稣的平安，上帝圣神要带咱进入上帝的平安。所以
如果你的生活最近有拄到一条真歹唱的歌，常常发手祈祷。你若毋知要怎样的时，毋通急要行动。人上聪明就是讲，当你毋知影头前的路要安怎行的时，毋通死过撞，安静发手。阿萨的祈祷，阿萨的经历，今仔日咱的祈祷，今仔日咱的经历，主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在咱的人生中间，今仔日的信息第二个结论，就是对我到上帝，对渺小的自我转向奇妙伟大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信仰的道路。信仰的道路就是，当咱若亲近上帝的时，咱忽然发现，咱家己的无知，咱家己的荒唐，咱家己的需要，又让咱看见真正水阁有价值的物件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对阿萨的第一诗篇第77篇第1节到第5节，我变做你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这句话放伫咱的中间。所以诗篇77篇有3个段落。第一，用家己最中心。当亚萨伊明白伊用家己最中心是一个无可奈何，是一个唔好，伊忽然醒起来。所以伊静静咧想的时阵，上帝圣神就带伊去想伊的祖先。古早所发生的代志，古早上帝所做的代志，伊忽然擦干眼亮，就亲像一个囡仔伫一个暗暝，徛伫一个空旷的暗暝，伊抬头看天顶的时，伊才忽然本来头壳热热，伊看到拢是黑暗的这个土地，但是当伊抬头看天顶的时阵，伊忽然看到浩瀚星河，人的渺小。咱就会发现讲，我算什么？上帝的世界若遮尔开阔，当咱抬头的时，咱若看到噩梦的星、噩梦的光，迄个质疑的声音就离开。第7节、第8节、第9节，你减安尼嘛？上帝啊！你减无要搁一解，轻轻甲我叫嘛？你为什么点点无讲话？上帝的圣神要将这个质疑对咱的心提起，然后伊要互咱看见伊的愿望，主帮助咱。所以兄弟，伫信心的中间，伫绝望的中间，拭去目屎，抬头仰望，来追求天后，来看咱的天父上帝。上帝要将伊的光，互你看到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亚萨伊的高潮，在山顶上，伊讲出这两句话。伊讲：上帝啊，你的路是圣的；上帝啊，你的作为是神圣的。有什么生命会通亲像我的上帝？我的上帝是行奇妙大事的上帝，一直是万国万族的中间。显明伊的权能，这就是我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的上帝，这就是咱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代表的祈祷做咱的赞美，代表你伫诗篇30篇，拄甲今仔日77篇第6节，差不多是正手甲倒手。伊讲我暗暝的诗歌，代表讲上帝恩典是一生会久。暗暝虽然有天哭，但是早起时要欢笑收割。兄弟姊妹，黑夜过后必有光明。你会记得大概是1年外前牧师甲恁分享约翰加尔文伫500年前的讲道篇伊的题目，叫做 After Darkness Light， 意思就是伫黑夜过后必有光明。500年前咱的教会开始的创办人约翰加尔文。伊用约伯爱我，约伯讲我真好笑，我成为人的笑话，我成为人的笑柄。
上帝啊，你安尼款待我嘛？无采讲我对你忠心。上帝，你互人我互看轻，你敢有较好吗？上帝点点无讲话，但是代表约伯知影，上帝毋是安尼的上帝。主求你帮赞，前我风闻有你，今日我亲眼见你，这就是约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艰难的中间，上帝要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伊的面前。代表的诗第10节了后，伊安尼讲：上帝已经将我的哀歌变做欢喜的跳舞，伊脱去我什么丧服，个别礼拜穿迄个麻衫、乌衫。上帝将这种的扶丧、这个哀啼哭的死实的迄个记号，将伊甲我摕掉，互我穿着恶梦甲喜乐的衫。兄弟姊妹，愿主将这种的应允放伫咱的中间，咱纯粹享受。咱甲主讲，主赏赐我一条新的生命的歌，主赏赐我一条生命的新歌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兄弟姊妹，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故事。马可福音第9章22节代表耶稣伊行神迹中间有几个老爸啊，无论伊的囝是个贵妇身，无论伊的查某囝是破病，这些人拢来找耶稣。我用这句话来做代表。这个老爸伊的囡仔是贵妇身，伊已经焦头烂额，伊毋知要怎样。伊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只有讲一句话：主啊，求你可怜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这句话代表所有人生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耶稣讲我肯，恁会记吗？耶稣讲我肯。圣经内底有真侪咱的信仰的前辈，因伫绝境的中间，怎样伫忧伤的时刻，犹原唱俄罗的诗歌，犹原唱俄罗的诗歌，互我用保罗的故事做结束。咱的信仰的老师保罗，咱真爱读伊的批信，无数伫讲道中间常常引用伊的话来鼓励咱。这个老师是一个心中的老师。这个老师伫患难中犹原欢欢喜喜。今仔日咱的新约哥林多后书第8章，伊讲：我要将哥林多教会，我要将腓立比教会，我要将马其顿的教会，上帝所予因的祝福，讲互恁听。2000年前的保罗就是安尼来讲这种的祝福，互哥林多教会听。所以保罗讲，什么是马其顿的教会的温数呢？就是伫患难中犹原欢欢喜喜，伫患难中犹原欢欢喜喜。这就是今仔日我引用这句话来回应阿撒的诗。阿撒讲：我暗暝的时光吐气，主啊，你敢去杀我？代表毋是保罗伫这个哥林多，伊讲着上帝互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倚靠上帝欢欢喜喜，靠神常常喜乐。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咱做一个决志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要亲像保罗，伊互人掠去关，伫暗暝，伫迄个监狱的内底，学了上帝。这是一个真吊诡、真奇怪的代志。但是这个经文什么人写的？路加写的。因为后来这个故事传出来。传到耶路撒冷，路加听到这个故事，路加甲伊写伫伊的批《使徒行传》的内底。这句话足深。伊讲伫半暝，保罗甲西拉祈祷，不断祈祷，唱诗歌学了上帝。伊的隔壁，迄个监狱的隔壁，遐犯人，所有关伫监狱的人，拢拍耳孔咧听保罗。学了甲诗歌，这个故事高潮来啊！当保罗咧学了的时，拄着大地震。圣经无讲伊拄着大地震啊，伊讲当因咧学了的时阵，后来所有监狱的门拢开去，厝拢倒落，大家拢走了了。所以咧，过犯人的警察惊到要自杀，因为
人走了了，因有责任，所以因就要自杀。后来保罗甲伊讲：阮伫遮，你毋好自杀，阮伫遮。后来迄个警察，当然当时无警察啦吼，你就是伊甲伊讲：我要怎样？我甲我的全家才会得救。兄弟，我用咱信仰的老师，伊学耶稣，咱学保罗，亲像咱要学耶稣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甲主讲，求圣神帮助我要天天唱新歌，我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。要这咱做出声读一解好不好？无论国语台语拢会使。我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。阿们。咱来祈祷。圣神，圣神，愿奉主耶稣的圣名，恳求你来到我的生命中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特别祝福阮的囡仔，互阮的囡仔因的生命的诗歌是一条好听佮响亮。主赏赐阮，伫阮的诗歌内底有愿望，就是上帝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主啊，你的话何等的宝贝！3000年前阿萨的祈祷。今仔日，阮讲阿门的时阵，就变做阮的祈祷。愿你的荣耀到万代、万世代无尽。阿门。